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寶。今日我身處喺西沙嘅樓盤 CLC，屬於1290尺，屬於最大單位，有2個平台，一眼飽覽晒密室入道嘅海景、山景，同埋入邊嘅高拍嘅商場景觀都睇到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帶大家睇下裏邊。而家身處喺第2個最高嘅天台，而家望落去就係屬於呢個 CLC 樓下嘅商場高拍2。嚟緊亦都會買緊呢2座，入到嚟而家呢個4房入邊嘅單位，個廳幾大，出退嘅露台亦都有屬於2個出口。呢個大廳出到嚟嗰個氣派十足，露台有夠大，成層過最開揚嘅1座景觀啊！見到啦，呢個廳嘅出邊嘅平台啦，可以有咁多人喺度，到時開 party 燒嘢食玩到夠晒開心啊！睇翻自己個廳入邊3部冷氣機，入到嚟呢一間房，屬於副主人房。哇！個樓底幾高，4米咁高，完全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做到大衣櫃，再加一個梳妝台。入到去個洗手間亦都非常之光猛，亦有嗰個華麗嘅感覺。呢啲感覺咧都係得新鴻基先可以做到。入到呢一間咁大間，亦都係一間客房。左手邊亦都會望翻自己個露台，前面亦都係180度嘅景觀。喺另一間房望翻出去都係同一個景觀啊！而前面一少少嘅山呢，我哋叫烏洲。望翻出去呢，呢一個沙灘呢，亦都可以有啲帆船啊、木舟啊、蛙艇啊嗰啲，全部都喺呢一度可以出到去玩。其實買得到呢個入邊嘅環境呢，就係海陸都有運動可以玩。基本上入到嚟整體嘅感覺啦，我哋都講係好有氣派。咁啊，入到嚟基本上都唔使裝修。咁啊，簡單啲嚟講就裝翻衣櫃就可以入去住。咁而廚房個星盤有咁大，明火有3個，仲有一個蒸焗爐。哇！多幾個人入嚟幫手都冇問題。得閒入下嚟偷下嘢食。廚房亦都出邊有個大露台啦，咁啊其實亦都會連住呢個嘅工人房。咁入到去咧，基本上咧都好大，係真係可以工人瞓得到嘅地方。拜拜。